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3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昨增加一个本土病例，台湾今仔无增加新的本土病例，也毋过新增加6宗菲律宾跟印尼的境外病例。出现本土病例，台北市跟桃园市表示，下年暗会会先照常准备，也毋过嘛强调讲，随时有可能宣布取消。代替电气化工程最后一节南回线完工通车了，今仔透早5点53分，第一班普悠马为台东站出发。新闻一开始来看，过来今仔日新增加6宗带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病例，是对菲律宾、印尼入境的移工。另外，针对空服人员的规定嘛来要求民航局研究讲，看是要安怎来强化航空检疫的措施。咱就来看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上新的说明。有新增6例境外移入的案例，那是菲律宾有3人，那印尼有3人，那是772一直到777，比较关心的711的接触者，那总共我们接触者需要检验的，我们匡列了173人，那皆完成采检，现在目前是170位是阴性，那3位检验中。那含4位有症状，那我们在做2采，我们不是在做，不好意思，4位有症状的，那已经2采完毕，那皆为阴性。咱国来武汉肺炎又搁出现本土病例，也毋过疫情指挥中心是认为感染源是真清楚，下年的活动会使来照常举办。也毋过所有专家是真烦恼讲，即个纽西兰的技术伫发病了，搁伫社区拍走，社区传播风险是袂小。未来2礼拜是观察的重点。国内经过253天，搁出现新冠肺炎的本土病例，毋过疫情指挥中心甲各县市首长是省会议了后，决定照常举办跨年活动。不过，有专家烦恼讲，本土病例第771例是第765例纽西兰技师伫咧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所接触的朋友，2个人做伙踅百货公司、大卖场等等的所在四界拍走，而且第771例是拖到12月2日才确诊，无排除讲病毒已经进入社区，未来2礼拜是观察期。发病前7天呢，病毒量都相当高，所以他自己又没有自觉，他是得到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所以他还是照常的跟他的朋友、同事接触。那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可能把这个病传出去的。因为第765例技师有症状，也是有疾气，而且规个过程拢无挂喙炎，毋若传染互共机舱的技师，嘛传染互国内的女性朋友。前航空公司的技师表示，长途飞行机的驾驶舱毋若空间真矮，休困的眠床、被甲枕头拢是做伙用的。就算讲是挂喙炎，机舱内底密闭空间，嘛有可能会加做防疫空隙。虽然有床单那些可以让你换，但是你的被子、枕头事实上没有坏。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它里面很暗。如果说有人觉得不舒服，他不戴口罩的话，事实上是有很大的机会。传给另外一个人。专家表示，新冠肺炎有轻症甲重症，甚至是无症状。跨年的活动毋是袂当办，毋过必须确保参加者拢会当确实遵守防疫规定。就算讲伫咧户外，嘛要规个过程拢挂喙炎。毋过若是本身有慢性病，或者是呼吸道症状者，上好也是莫参加大型的集会活动。记者综合报道。这位中英航空为着病外国机师伫飞机顶头一直扫，阁毋挂喙炎，这是为前的调查又阁无老实。民航局早嘛甲航空业者开会，认为机组人员的自律出问题，未来会来要求航空公司爱管理机组人员伫外站的防疫措施，做无好嘛会处罚。卫生福利部的处长早起伫立法院嘛表示讲，指挥中心按算会来延长机组人员检疫的时间。伫中英航空任职的纽西兰籍技师确诊新冠肺炎，面对疫情调查佮暗坎，互台湾本土个案佮来出现。交通部召开应变会议，要求民航局严格管理航空业者，全力配合指挥中心。若是航空公司有监管的空隙，会追究责任。交通部嘛无排除讲要杀行政处分，对无落实防疫规定的业者，未来提出限缩航班等等的处分。有一些呢，就是机组人员没有遵行所以这个部分。会参考我们在社区的一些管控的措施希望能够确保这些机组人员能够落实这些健康管控的措施那这个航空公司也在检讨相关的这些
处罚哈。通知技术职业工会证实，这个确诊的外籍技术，伫咧执勤时阵确实有家属的症状，而且无挂喙暗。事尾做伙陪组员虽然有写报告通报公司，毋过嘛真不幸去用团检确诊。为着避免这款代志搁一届来发生，技术工会呼吁组员，万不若是拄到无挂喙暗的组员，除了该扣劝以外，该随通报公司拒绝执勤，而且嘛爱通报疾管署。民学局表示，其组员应该照指挥中心的规定来落实防疫，包括帮体温、写自主健康声明，检疫期间行走嘛拢爱填资料，通好比测。毋过即马看起来，其组员的自律是出现问题，未来要求航空公司介入，相关组员伫咧外站的防疫状况。是不是应该要更去严格去说这个自主管理的部分，不是讲家己添单添的，对不对？哈，了解。好，范伟，这个自主管理是机师很重要的要求。是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他没有在这样做啊。航空公司如果没有盯紧，第一个他会面对6到100万的罚则，第二个我们会不。但是你要去查核，我要说的是你要去查核。了解，我们有资料。根据统计，自今年3月份开始，航空公司机组员已经发生过24件违反检疫相关规定的案件。交通部早起甲指挥中心进行会议，检讨机组员的检疫流程。大方向就是要求航空公司爱负起完全监督的责任。相信的检疫措施会伫咧下晡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拖要1年，伫全球已经造成超过7793万人感染，171万5000个人死亡。大有教授就指出，英国的变种病毒消化速度是愈紧，而且目前胃着病大多数拢是60岁以下的民众。教授嘛呼吁讲，英国应该赶紧把因的经验分享出来。全球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逐天也是继续咧增加。注疫苗嘛，正做各国政府上重要的任务。美国嘛开始疫苗计划迅速行动，目前有超过60万人已经注疫苗。过去1礼拜，辉瑞疫苗已经向全美国636个地点运送290万剂，毋过运送所需要条件嘛比其他疫苗更加严格。The delivery process was implemented under the control in that they kept the vaccine in the undercold freezers -70 Celsius. So when they're delivering, the vaccine will be packed in the freezer box, which has 3 key components: the temperature sensor, dry ice, and also the tracking device. 比较起来，莫德纳疫苗敢若需要放伫咧摄氏-20度，退冰了地当放伫咧一般的冰箱，对较恶到位或者是人口较少的地区是较有春秋。毋过最近英国发生新变种的病毒株，传染率是要到70%。台大公卫学院教授陈秀熙指出，变种的新病毒确实会加速传播。大部分是在60岁以下的民众啊，那这个比较少看到在老人哦。那这些变种新病毒其实它在这个基因系列定位方面，我们是发现这个它有14组氨基酸产生突变，3处为这个删除方面的突变，会改变病毒传播的速率。陈秀仪希望英国在采取高度警戒状况之下，把出入境管制措施的资料甲各国分享，才会当避免造成英国大流行，甚至是第3波的世界大流行。针对台湾出现本土感染的病例，伊嘛呼吁对高危险地区返来的民众，一定要把14天的居家检疫做好，若是乌白走，后果是真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又有本土病例，台北市的下年暗会刚搁要办，台北市长郭文德是讲哦，目前是先照常准备，嘛是有可能会伫前一天宣布讲无要办咯。若是台北市1礼拜出现15例，就会改做线顶直播。桃园市嘛讲，目前是先无要取消，2拜会开会看情形才决定。台湾国再出现本土病例，每年人拢开甲满满的台北市跨年暗会，敢会照常举行，引起大家注意。台北市长郭文铁讲，目前是按照要办的原则伫咧准备，也按照中央的 SOP， 也毋过也有可能伫咧前一天就讲无爱办，请大家爱随时注意政府的消息。我还是尽量维持我的正常生活，但是风吹草动要有能力紧急应变。所以别人说跨年晚会要不要办，当然是按照要办的去准备，但是我可能前一天就跟你讲了不办。郭文铁讲。目前的规划是，若台北市1礼拜出现15例确诊，就要停办，改做线上直播。那你这么一例就是政治判断。跨年暗会相关的防疫细节，伫下昼台北市会公布。另外，桃园所落来大型活动也拢满满。5月天的演唱会会伫桃园棒球场举办，还有跨年暗会加元旦的健行等等。桃园市长郑文灿讲，目前是正常办理。
会搁再开会做滚动式的检讨。5月天这个跨年演唱，还有我们市政府青埔跨年，还有元旦升旗典礼，以及1月3号这个直男的开幕赛。那这4个活动，我都分别请主办单位成立督导小组。题目参讲5月天演唱会取消范围区，市府会由新闻处组成督导小组，检视各项防疫计划。也若桃园的跨年活动也会实施总量管制，以第一入口管制人流，上最不当超过8成用流量，也就是5万人。若是疫情搁升悬，大型活动也有可能会停办。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来克多半第8行政命令，特别伫立法院表决，国民党召民众今仔暗时伫立法院外面真济规暝来抗议。民众党嘛批评政府目前提出的台湾地标种是乱糟糟哦。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认为讲开放内地的影响拢是正面的，嘛民进党的立委明仔载使全部拢来投同意票。立法院均限楼外口一站一站的巨马，甲规条济南路围条例。国民党反对内地高地，伫23下晡5点半举办反内地最后的暗场，要伫济南路静坐酒暝，表决东港佮呼召民众来设立法院。我觉得执政党到底在怕什么？我们在外面这些人大部分就是国会议员，天天都在立法院进出嘛。那我们就是很和平的，打算在这么冷天下睡在那里，就是表达我们反对莱猪进口的心声。那他有必要用3层的巨马拿钉那么紧吗？执政党现在是防民如防贼的心态。而且立法院针对高项开放内地的行政命令会出现表决大战，国民党佮发出要记名表决，民众党团嘛举办记者会，批评行政院和业者自主标示，毋过无前市面上的台湾地标种，中央甲地方是无共款。民众党主张讲，政府应该伫咧地码佮野再造品明确标示来做验出，帮助民众认捌。业界都讽刺说，这简直像在挂春联一样是各式各样的标章。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标章在做什么。那怎么会现在变成我们所有台湾猪的业者就是我们国内所有业者要自清？那么现在就是卫福部跟农委会有2个台湾猪的标章而已。我觉得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台湾猪这个3个字，我相信大家都看得懂啊。面对在野党轮流批评，外界真侪个要求未来地码应该标示敢有内底。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早起接受广播专访的时阵，认为讲可能会乱起。据说林淑芬、钟嘉宾。刘建国这3个人被列入黑名单，那都是正面的那有哪一个负面的？所以这3个委员那理论上其实还是要让这9个行政命令还是希望可以。面对所落来的政治冲击，陈吉仲认为开放内地的影响拢是正面的，会当帮助台湾地的销量。透过市场机制，甲来源国清楚标示，会当消除消费者的疑虑。嘛希望民进党的立委会当全部拢投同意票。记者综合报道。无党籍高雄市议员黄捷的罢免案，明年2月初六要投票。今仔有包括林雄组等几位立委徛出来相挺黄捷。另外，黄捷砍杀时代力量龙头的党案员，已经嘛互时代力量移送检调了。黄捷是表示尊重。凤山团结，力挺黄捷。无党籍高雄市议员黄捷罢免案正式立案，将伫明年2月初六投票。黄捷面临中正之路的一大考验。甲黄捷好朋友的无党籍立委林统祖、民进党立委罗品瑜，甲无党籍台北市议员林应明等人，23徛出来挺黄捷。林统祖批评，这件罢免案歧视少年中正人员，霸凌女性中正者，和黄捷非常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很多都是对年轻的从政人员的歧视。那不管这个称呼这个年轻一代的从政人员是菜鸟，或是说用这个卖弄风骚来去霸凌女性从政者，为民服务的案件，或者是议会尽到监督的责任，也没有一丝的懈怠。那我希望说，这样子的努力可以获得凤山人的肯定。黄捷唔那是含伫罢免案，也加入时代力量人头党员案。时代力量研议将专案移送检调。调查报告显示，市立婚林党部收到纸本入党申请表182件，有达到166件申请人，地址甲送件党部无地缘关系。来自高雄申请表就占68件。采管署搁较是压出，
黄泽、林应敏两个人拢歹干接还是直接送到入党申请书到宜兰婚姻党部。对比视力医生检调，黄泽甲林应敏拢无愿意加讲。退党很久了，所以对于时代力量的事情，其实我一直都不希望多加评论。那对于他们目前党内做的所有的决议，我都是予以尊重。其实都已经退党很久了，那这些事情的话都是他党的事务，那我也不便做评论。无要甲视力有牵连，黄泽强调，对于他党党部的行事，拢会尊重。目前上重要就是希望家己的努力文章会当得到民众的肯定。立委甲议员拢同齐呼吁，守护黄泽，杜绝性别羞愤、刻板印象，都是守护民主进步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英国、法国因为边境病毒封锁边境，当个讨论要来有条件来解封哦。法国昨嘛表示讲，只要提出过去72点钟病毒体检阴性的证明，法国佮欧盟的公民就会使入境。也毋过目前哦，佮卡伫英国港口一寡无共国家的货车司机已经等下要去片面咯。另外，伫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连续3天，每一天拢增加超过2000例。二日开始全省要封锁哦。咱吉州有一个基地有30来人胃着病，本地零确诊嘛破功咯。这阵去用调伫咧多佛港袂顶袂当的货柜车司机，因为去想要通过轿车来饲喇叭，去甲伫遐大声喝休，受到这耶诞节可能赶袂转去甲厝里的人团圆，感觉真失望。If I know this on Saturday, I don't go away from my home on Sunday. From here to go home, we have about almost 2,000 miles. It's about 45 hours to drive non-stop. No sleep, just drive. And we can make it. 目前有超过1500台货柜车轰动伫英国多佛港，其中部分去用导向附近的曼斯顿机场来停车。英法两国就英国出现变种新冠病毒造成疫情扩大所实施的48小时禁令协商。法国政府表示，若是会当提出过去72小时病毒体检的阴性证明，法国甲欧盟的公民拢会当入境，较暗暝宣布恢复货物运输。加拿大安大略省2日开始全省封锁，南安大略明年1月23解封，北安大略是伫1月7解封。这个省连续3天，过一天新增加确诊超过2000例。毋过健康官员去用批评讲反应收慢，甚至是耶诞节过了才实施。政府表示是为着要点加做准备。In response to an evolving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we have closed our borders to all flights entering Canada from the UK. Don't go to parties or social gatherings. Don't gather with people outside your immediate household, especially during the holidays. 南极洲头一届出现病例，全球7大洲拢有人确诊。第二，伫咧南极洲的尼科美军事研究基地，至少有36例确诊，拢已经隔离。基地嘛已经消毒。根据第二海军报告，至少有208机组员的海军军舰伫顶个月27到这个月70之间来基地补给，了有3个人提出阳性。公司新闻5零编译。咱再来看东北的疫情，南韩2日一天就有24个人死亡。伫首都圈规定为24开始要禁止5个人以上的聚会。日本嘛传出海上自卫队有8个军官确诊，表示群组感染目前是搁在调查。新冠病毒疫情伫东北亚国家拖前景，南韩2日一天的感染死亡人数达到24个人，创下历史新高。加上2日的确诊人数又过超过1000人，活动就决定为24开始禁止全国餐厅甲饭店5个人以上的团体聚会甲订房。饭店甲旅馆的订房人数阁袂当超过5成。 특히 가족, 지인 모임 등의 감염 사례를 고려하여 식당은 5인 이상의 예약과 동반 입장을 금지하는 등 5인 이상 모임이 금지되며 위반 시 과태료 처분이 부과될 것입니다. 对了，禁止团体聚会、佮关闭各些景点、公园、佮单位运动有关系场所，避免疫情继续拖。对于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已经开放注疫苗，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无法度避免开发疫苗的国家会当提升注疫苗的状况，已经做好准备，上紧会当让南韩国民在明年的第1季度注疫苗。 日本是传出海上自卫队，包括上悬的将官幕僚長山村浩甲副幕僚長施成仁等，拢總有8名將官確診。這8名將官是第19到21確診。防衛省已經排除防衛大臣岸信夫有密切接觸的可能，嘛調查因的感染來源是毋是群組感染。
日本的疫情严重，和延期一档要伫明年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总预算达到154億美金。全体としては1兆6440億円になります。コロナ対策については負担がないという状態で、むしろ都と国においてですねやって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因为延期一档总预算内底的防疫经费嘛增加22%，差不多是28億美金。英国古典大学的研究显示，东京奧運嘛正做历史开钱上济奧運。国际新闻台是董秉益。来看菲律宾一名自深的警察，甲厝边起冤家，竟然提枪枪杀厝边的一对母仔囝。这段影片伫网络流传，引起真侪人的关心。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嘛讲，一定会严办。国际组织人权观察就表示讲因为杜特地之前对警察犯法的行为拢无要好好处理，造成警察的行为是愈来愈糟糕。20尾仔5點外，伫大馬尼拉地區帕拉納區市犯罪監視組做工課的努埃斯加，下班時陣轉去厝呢，看到查囝去互過年宴會第粒炮的聲音驚到，伫個無穿警察制服的狀況之下，是早前去厝邊兜要查講是啥物料在辦宴會。過程當中，甲25歲厝邊法蘭克是吵甲真激動，努埃斯加的查囝伫咧邊仔大聲喝收，努埃斯加想要甲迄當陣已經啉酒醉的法蘭克掠起來，法蘭克的媽媽52歲桑雅是走出來阻擋。努埃斯加转来向桑雅来开枪，所以来对法兰克的头壳来开2枪。努埃斯加了后就逃离开现场，过无偌久，伫咧附近的旁家新男性来投案。Ang gusto ko pong mangyari, makulong po siya ng panghabang buhay po。这段影片伫咧社群媒体传出来，总统杜特地嘛有看到，呼吁警方依法行事，要求国家警察甲伊拘留，不准保释。Pero kayo may mga sakit, may mga tupak. I am sure that he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go out because double murder yun death of those 2 persons, innocent ones. 推特嘛出现相关找的字，而且要求结束警察暴力。资深警员努埃斯加去互网友伫咧网络找出伊的资料，而且嘛发现过去至少有2届执法过动，毋过嘛因为无证据转来提案。影片当中伫咧边仔大声喝休的查囝嘛去互讨论。根据美国独立媒体 Rappler 的报道，杜特地2016年做总统，大规模扫毒。2017年因为核准警方伫咧非执勤的时间会当诈枪，官方记录这4年期间有600人无经过逮捕或者是审判。就去互警察直接枪杀。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表示，美国警察失去控制，有罪无要处罚，是总统杜特地造成即马鼓励警察暴力的环境。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再来看咱国内劳动基金采购案检调发动第4波的搜查，嘛发现讲统一投信公司甲劳动部长官相关的涉案人员，想要甲电脑手机的信息拢拆掉，消灭证据哦。伫新闻后是全部拢成案，也毋过昨台北地方法院是裁定这4个人会使交保。你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吗？有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行出法院，统一投信的资深副总经理阙志昌。甲外头的无仔有正价，嘴暗也包暗，一直比镜头，不管问伊什么问题，拢无现，头赶紧离开。有没有要说明一下？涉案的2位经理人甲1位研究员，也自法院内面行出来，拢无做回应。北检伫最近侦办劳动基金采购案，发动第4波的搜查。新闻统一投信的副总经理阙志昌等4个人，也查出因捌甲电话内面的对话记录删除，想要湮灭证据。伫信后全部声押禁见，验过台北地院伫拜二案裁定阙志昌250万交保，其他3个人分别是200万、80万加30万交保，并且限制出境加大居。伫裁定内面也讲，4个人除了背信的嫌疑重大，其他罪嫌检方的证据无够。虽然有高产之余，验过有案是以交保代替羁押。他如果有涉嫌不法，是我们第一个终止契约。是第2个没收他的履约保证金，第3个我们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是第4我们也可以请求违约额罚款。另外，对劳动基金发生弊案，劳动部长柯秉春到立法院接受质询时阵讲，会全面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也讲若是不法事实、违法的亏损会当套代，也强调劳金局会做投资流程、监督控管，抑个廉政措施等4大层面提出12项强化措施，以阻止相关情形搁发生，打算自明年1月正式实施。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桃园竹湖制药厂甲附近的工厂火灾第4天，嘛已经连续救灾72点钟。今仔中昼火就完全拍花，也毋过因为伫过程中这几天又搁爆炸几啊遍，为着安全，现场的消防指挥官有2届要求所有的消防人员先撤离火场。针对竹湖药厂站位内危险物品的数量，并无老实讲互清楚。桃园市政府嘛讲因会动发。协负制药大火造成1死1伤，影响其他4间工厂。救灾进入第4天，23完成暂火处理。救灾过程中，几啊摆传出爆炸。基于安全考虑，现场消防指挥官2度行使退避权，下令撤离。第2天呢，中午的时候啊，又第2次发生爆炸。那昨天下午啊，检视以后啊，发现场内啊还有375公克的这个金属钠，就是还有2吨半。市长郑文灿一透早主持市政会议，表示协府有所稳定，手内藏金属钠申报数量200公斤，扣款1050公斤。以违反危险物品管理法，将当裁罚10万块。另外，提供消防员执行不实，消防法相关罚60万。隐匿不实或者是危险物品超量，这个都会带来救灾的风险，带来职场的风险。我想旭富公司在这方面是明确的违法。检察官也到场勘查，进一步确认导火点，厘清危险物敢有依规定控。安全管控指挥所示，调过失致死、甲公共危险等罪嫌侦办，也阁有基于风险管理原则，市长郑文灿也要求各局处针对桃园列管或700间有化学物品的工厂进行申报种类甲数量分配清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的姓董甲救护中医涉嫌伫中药内底掺重金属，伤害到病人，已经互台中检方起诉。今仔嘛有一寡受害者出面指控讲，因食中药食到破病，也毋过负责人吕世明根本无诚意道歉，因要求法官爱判伊重刑。讲起家己的病况，前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主委陈明进家后情绪激动，因为食姓董的中药致死严重毒，那手指头无法度存伫，生活无法度处理，经过诊断是神经永久伤害。我真的是很想掐死他，他逼着一个先生端毒药来喂太太，病患不是只有1个2个，是30几个，你让我们所有家庭里面的关系都产生了变化。为了抗癌，食中药却致死严重毒，互翁婿真自责。陈明进讲，家后当伊5个月，目前也有后遗症，无法度接受吕世明成为专业人士，却违法使用含盐的中药材。即马吕世明已经交保到单，无互受害者交代，表示将提高重伤害。台中市议员刘安栋的父亲，台中市前市长张丰田也是被害人之一，交打病况也是真严重。我爸现在躺在那边，我讲一句难听的啦，我爸跟植物人没什么差别啦。现在躺在那边啦，在做复健，他生活无法自理啦。台中市卫生局统计，到达有40人受害，其中姓董28人，救护12人。台中地检署伫12月初已经照违反药事法起诉。另外，中医顶界委员会的结果，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将由顶界委员决定。那为了厘清是否有涉及其他应移付惩戒的一个款项，卫生局呢依行政程序法要求吕医师以及洪医师在今年的12月30号前要提出陈述意见。那后续会将相关的资料再移送医惩会。台中市卫生局指出，诊所监视会当复业，将严格审查加抽检。另外，团体诉讼的部分，台中市法制局表示，目前诊所有29人，将协调消基会进行民事的后手求偿。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铁电气化工程最后一节南回线20完工通车，台铁嘛调整南回列车时间表加入普悠玛列车。今仔透早5点53分，有一班普悠玛为台东站出发往台北，这班车嘛下来真侪铁道迷甲民众，因拢来体验南回线。透早5点，台东抢走陆续有民众坐台东开出的南回线第1班普悠玛列车，铁骑路牌特别买这一张为台东经过高雄开往台北车票做纪念，也阁有订坐车到高雄的台东民众，也赶来坐期待真久的南回线国际列车。以前搭最早是5点55是自强吧，一样就是到高雄转车，然后到嘉义。所以我特别挑首航又第1班。
为台东首航的这帮普悠玛是110处开往台北南北港，会当讲是西过3/4的台湾。现在时间是5点多钟，中途已经会当到台北。23毋那是台东民众甲铁机路迷记录南回正式首航这历史性的一刻。连列车长甲司机员也利用浪棒翕相留念。非常荣幸，因为是第一班首航110经过南回开到台北这样。非常紧张。因为南回线现在路线刚改完，然后我们有些弯道线数也都有变化，所以说，还要一些时间适应。代替表示，南回线列车自23起尾条，逐工有6班普悠玛甲4班新竹江户往来台东甲高雄。差电列车减少到14班，到明年1月初3，提供车票半价体验，上近1班列车，台东甲高雄要到2点钟。也毋过台东民众希望代替，会当加速南回线全面改用电气列车行驶。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政府利用大数据选出台南中西区人和车上济所在，设全台湾第一个智慧安全路口哦。有车冲红灯还是违规，路口的 LED 荧幕就马上来显示违规的事项，阁有车号。也毋过目前只是试办哦，阁未真正开出罚单。骑机车的人一路违规颠倒头向来骑奥多摆，路口 LED 的显示荧幕，就随显示伊违规的代志，还佫伊的车牌，包括弄红灯、颠倒头赛车等等的状况，嘛拢会显示。台南市交通局伫咧中西区的中山路甲西华南街口建立全国第一座智慧安全路口，主要是要提醒用路人。有些人看了那些交通也不会变得比较就是会刹车之类的，就是可以提醒啊，应该会好一点。台南市今年1月份到10月份，过路人的交通事故总共造成32个人死亡，778个人受伤。所以建立过路人安全通行的环境，嘛叫市府当作是真重要的任务。所以透过大数据统计出这个路口，敢若今年11月份到12月中，都290件弄红灯，还有265件骑倒摆的人颠倒头骑车，民众违规驾驶的习惯，会使讲是真普遍。那我们这边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提醒我们的一个用路人的一个驾驶朋友，就是说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希望能够以劝导告警的部分为我们的一个首要的一个目标。那长期的部分的话，我们会来研议，未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不排除就是说作为我们的一个开单警示的一个依据。台南市过路人的事故原因，包括无注意到车头前的状况，还有违反交通号志管制是主要原因。这座智慧安全路口是示范用的，主要是要处理颠倒头骑车、弄红灯的。目前台南敢若一座，希望会当透过安尼来改善民众违规的习惯。后续嘛无排除讲会伫咧其他的路口嘛来设置。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头下班的时阵，高雄市凤山金武路凤山分局的头前，自来水管破气哦，水是一直浮出来。自来水公司透暝抢修，也毋过目前嘛是阁找无到破气的所在。所以因为最近嘛阁真欠水哦，烦恼附近用户会无水通用，自来水公司决定要先减压供水哦，等下找到破管的所在，才停水来抢修。路淹水，车一台一台过，水拢喷喷起来。路淹水唔是因为落雨，是因为自来水管的排水开关歹去，水一直自地下冒出来。今年南部欠水，怎么所有这么多自来水被浪费掉？附近的店无水通用，无法度做生意。现在还要一些洗手的啦，干嘛的都没办法。那个没有下雨啊，然后没办法啊。可是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啦。早上来也有一点，现在是完全没有，非常困扰。这样还不困扰吗？高雄市凤山金武路凤山分局头前，2点6点外有自来水管破气，因为这条路是要去沼前区的主要道路，上下班的时阵车真多，民代接到保安赶到现场，除了通知自来水公司赶紧处理，也录影片提醒用路人爱注意。从埋设下去到现在已经30年了，第一次这样的状况，我想未来。期待不要再看到这样的状况。经过我们判断，觉得它这个漏水的情况，还是在可控制的情况之下。我们为了避免民众马上没有水可用的情况，所以我们先用压降来处理。自来水公司讲，自2点开始就开始抢修，虽然水资源真宝贵，也不过考虑到用水的尖峰时刻，为了挽回附近49个里85000户无水通用，会先采取减压供水。等找到漏的所在甲破气的原因，结果再停水抢修。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真寒哦，有真侪民众拢爱去浸温泉。花莲有一个查某人投诉讲，伊去放淋一间温泉，所幸讲有人在偷看哦。伊通知柜台人员，也毋过煞无掠到人，伊嘛已经向警方报案咯。来到花莲凤林乡的这间温泉会馆，日本天园造景的后壁都是个人池。有查某人报案，离暗甲红婿前来浸温泉，发现壁顶面的浪旁有一位中年查某人咧偷看。伊赶紧通报柜台，红婿也冲出去抓人，也毋过拢无发现。当天的状况是，小姐听到客人的投诉说，可能会有人在这边偷窥，柜台是有先在做初步的排除，那也没有发现。那等他泡完以后出来以后，我们有陪同他继续做那个环境的勘查，那也没有发现任何状况。记者表示，会馆外围才有装饰，监视器温泉区附近是为了人客温书无装饰。围球馆大沙米甲厝顶离50公分的空棚是为要采光加通风。查某人报案业者设备不足，地属温书未偷看，所以向警方报案。那经派员到场，涉嫌人已经逃离现场。本案已依规定受理，并调阅周边的监视器，追查可疑涉嫌人。花莲凤林镇李祖山温泉真出名，最近是碳酸氢钠泉无色无味，非常受到民众介意。即马传出有偷看，好浸温泉的人客心会惊。业者强调会加强分区隔离甲监视器装设，警方也会加强巡逻。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间能源公司按说要伫云林的沿海起100座的太阳能风机，也毋过云林市府反风吹自救会是表示哦，乡会市府已经有设26座，也毋过乡民拢毋知影。县政府是表示哦，伫9月份就已经甲风力发电机设置的办法送到能源局，也毋过到达阁无消无息。县政府是讲哦，即卖风机机组是愈来愈大型，所以现在法规已经无合用咯，希望中央会使来赶紧处理。不满发到抗议口号，云林4号反风吹自救会不满4号乡将设置26座陆续风机。虽然能源公司有开说明会，但多数民众嘛是唔知影，甚至有规划陆续风机离徛价只有200外公尺。看今报道传明的基大款和新中款。然后路易封藏要怎么住人？这个整个就是把部落都围起来，把部落变成风场，把部落变成风场，这个居民啊，以后每一天晚上就是鬼哭神嚎啊！白天要工作，晚上没得睡啊。4号反风吹自救会表示，因的诉求是风机莫设伫咧枕头内，但目前云林县并无拟定的地方自治法，只有中央有拟定法规。对此，文管府建设处就讲，9月份已经将云林县陆续风力发电机设置审查办法，函送中央能源局，但到目前阁无消息。9月21号已经把针对议会他们所建议的距离民宅1000公尺，那以及要办在筹设许可之前要办理相关的一个地方说明会的这样子的规定，那在我们核发那个陆域风机的核准函，目前经济部还没有正式的核备下来。建设处表示，云林沿海风力强，达到能源公司规划在云林沿海5乡镇设置105座陆续风机，但引发民众做自救会定情。目前有部分陆续风机通过的时间可考，那离徛价相近的设置点，将由中央能源局、文管府和能源公司协调预算中。后续阁会向经济部来了解相关的进度。记者为你报道。绿色公民行动人民公布国内前200大的民生消费品牌最近3年的环境违规的记录，嘛点名大成、大西洋、丰泉佮统一集团等6间公司，这3年来因为排放废水废气超过标准，当作罚过74届，罚金是超过4500万。绿盟开发了一个揪出黑心企业的 App， 它叫做“扫了再买”。只要扫描商品条码，就会当看到制造商环境违规记录。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最近力推透明卡贴计划，打造扫了再买的 App， 让消费者透过 App 监督企业做好环境污染管理。到12月已经建立约14000笔的商品，包含超过2000间制造商。这摆公布资本前200大民生消费品牌环境违规记录，并且点名6间企业，3年来继续有环境违规记录。
他们过去有因为污染超标的记录，然后到今年都还有持续在违规。大城像精品跟像福寿偷牌的行为，然后污染方向是红泉、大西亚。经济资本也的大势，绿色公民行动联名开选出严重环境违规记录企业，其中包括大城、福寿、甲金口芳。今年犹原是继续因为污染互开发，另外3年来因为偷牌互开发，有丰泉、大仙洋分别罚款超过2000万甲683万。另外，各个点名统一集团，包括我3年违规总排名第7名，有6笔记录，罚款金额超过307万。统一在2018年有199万的违规。而超时代在2018年也有一笔84万的水污法的违规，而统一超时代，因为它不是一家上市公司，这一笔84万的超标违规是什么样的状况造成的？相关的问题我们都当时知道之后，都已经马上来进行改善嘛，而且已经改善完毕嘛。绿色公民行动联名表示，亚出手上环境违规记录，并不是抵制买行动，而是希望透过消费者的力量，督促企业莫搁心存投机违规，让消费者负起责任消费，企业也负起责任生产，共同守护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行政议会之前通过一个人才创新条例草案，未来各地大学会使甲企业合作设研究学院哦。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早起审查，有国民党的立委是认为这个草案是看不起私立学校，嘛质疑讲管理甲审查委员中，政府的代表有一定的比例，就是想要动脚手。为着要让产学研合作更较会当发挥，教育部研究国家重点领域产学合作甲人才培育创新条例的草案，开放国立大学甲企业合作设立研究学院，原则上一校设一院，设2个至3个硕博士班，期程是8年至12年。因为这个条例敢若限定伫国立大学，国民党的立委李德维是真不满。为什么一开始就把私立大学打死了？叫歧视。国立大学也是算是国家公共的这个资源的投入者啦，而且也居比较多的社会责任。李德维认为，私校无应该让人排除在外。民进党立委张廖万坚是讲，资源有够，有无款能力的学校，就是台大、成大、清大甲高大。若是安尼，中部的大学等于是让人放牛吃草，对国家重点领域的区域发展不利。中部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中部应该有一些政府部门引导的资金投入，找企业来投入，而不是放牛吃草啊。以目前来看，它在区域上、学校上、产业上，并不会去用这个条例啊，我们去规划。教育部一直强调，创新条例是小规模试办，而且有审议甲监督委员会。不过，若你两党的立委对大学敢有法度保持公共甲自主性，审议甲管理会政府代表占的比例相悬，也有未少质疑，要求条例伫咧逐条审查的时，教育部就要补充详细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真有心专业的治疗师，伊为了要带长失症的囡仔去接触大自然，伊专工去找一寡资源，带20个囡仔去爬山、去饲鱼仔、去浸温泉，每一个囡仔拢耍甲笑嗨嗨。因到这个棒，正人对轻快旋律甲景搭起来，伫咧草埔走肉、佚佗，过程有影闹热。遮一有长时症的囡仔，大概拢喙笑目笑，看来因确实拢真满足，拢真享受。为着互得着长时症的囡仔也通行去到室外佚佗、体验活动，都有协会专工办活动，带20个有长时症的囡仔去到山顶手饲鱼、脚浸温泉。一起出来玩，来新月大地，一起踏踏青、看看风景，那了解更多的一些事物这样子。活动的主办人是做特殊儿童教育将近20档，一个资深的国际艺术治疗师，即便带遮个有长时症的囡仔去到室外佚佗，种种细节伊拢亲身发落。先开始和学校的老师筹备，到甲设计活动、安排食食，伊拢唔敢大意。目的就是希望确实照顾到遮个弱势，为社会出一份力。因为我们觉得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一直都被社会所忽略了，我们要给他们的不是我们的怜悯心，我们要给他们是我们的爱，让这些孩子能够走出室内，走出户外，让大家看见他们的优秀，看见他们的好。
囡仔若伫草埔顶动身躯也刺鱼，佮浸温泉，体验有影深色，活动有影趣味。协会毋但希望经过室外行程，互遮个囡仔通加接触社会，也希望社会以爱甲支持代替同情和怜悯，真做遮个较弱势囡仔有力的后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新营生态国小有组一个布袋戏团，专工邀请在地来做长期照顾医生来做顾问，教囡仔用长照的议题来写剧本、搬布袋戏，嘛去做影片，要来宣传老大人的长照制度。阿公，阮回来啊啦！拢愈来愈大汉啦。阿公，我要读大学啊啦，弟弟嘛要读高中啊呢。囡仔兄囡仔姐伫咧戏台顶人布袋戏红啊，用幼气的声音演出做顺仔的故事。这是台南新营的生态国小拄成立的布袋戏团，因要利用布袋戏拍做影片来探讨老大人长期照护的议题。会当互大家都愈简单。吼，真清楚啥物叫长照，啊无特别啊，计长照吼，大家毋是讲了长走走吼，知影讲哦长照哦，政府到底有做啥，啊好要哪照顾。负责指导遮个囡仔做戏的，是在地真出名，利用布袋戏来结合长期照护甲治疗的蔡瑞班医师。进前伊嘛捌伫柳营基美病院带侪侪长辈做布袋戏，哪治疗失智，哪宣传医疗知识，表现亲情啦哈，啊表现讲哦，这个布袋戏的脚步手咯，用布袋来做这个先导啦哈，尤其来做一寡有意义的。三代同堂的一个困境，刚好有蔡医师来做机架访视，那也做一个长照方面的一个宣导。因应这个人口愈来愈老化的社会，生态国小和学生来对蔡瑞班医师学布袋戏，乃当传承台湾的传统戏剧，增加囡仔甲时代的交流，嘛当达成宣传长照制度甲观念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林的轮背有一间已经霸档的柑仔店哦，对附近的乡亲来讲，这间柑仔店是一个大家交流感情的所在，咱做伙来看卖。这老大人坐伫遮泡茶开讲，这是婚林轮背乡的水办头社区，一间经营霸档的柑仔店。来遮会当食点心，佮通和其他的农民讨论做事的技术。柑仔店是阮水办头吼。唯一的一间柑仔店，啊，伊就是讲非常的便民，因为有的人要食点心，啊，伊遮嘛有，大家拢会坐伫遮开讲吼，啊，就讨论讲吼，爱种什么农作物吼，啊，迄个大家迄个技术交流安尼。过去农业时代，大家日时拢真无闲，油菜定定找无人，柑仔店就食做庄内大收站。第二代头家廖因电讲着过去，互大家服务。笑讲是比24小时更较方便。啊，是讲替交电话费啦，吼收物件啦，吼因做农咧农田嘛，啊你若讲有物件来，吼由我遮代收，较方便无咧厝嘛，比西门阁服务较济啦，哎，哦，婚丧喜庆什么都是包在里面，哎。随着时代变迁，柑仔店是特别互超商取代。对此廖因店的暗送连结乡内的柑仔店，成立一个联络网来继续服务乡亲。各庄头就对，拢也有数个进村，拢有一半间啊，拢会要废掉嘛，毋是；无废掉嘛，毋是，就是等于嘛是开个网义市安尼。好缘啊，是讲哦，替因搬回三环呢，来组成这一个哈全国的这种迄个杂货店的联盟。这间柑仔店是大家互相联络感情，佮有社区满满基地的所在。希望这份珍贵的人情味会当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戏剧行业台湾特技团今年已经30周年，伊嘛喺筹备要推出一个大型的魔术特技表演咯。今仔暗时10点，青春咱的梦特别带大家来看因的年度大戏。舞台面顶的特技演员伫咧赶紧练习，这是台湾特技团为着纪念建团30周年，将特技结合舞蹈参科技的创作，概念就是要让观众看到参较早无同款的表演。这应该讲时代的趋势在变化了，这一定爱走的。而且今嘛特技团比较讲究的都是创作这个块面啦，每个人的创作概念拢无同款，对不对？这爱有机会给因。台湾特技团每年拢会到海外巡演宣慰侨胞。团长王栋元为着要将特技团来转型，
就长期参抓风车剧团合作，希望会当逼出更加多元的表演花青，和特技表演更加有生命力。特技这个物件，伫人类学这个物件来讲哦，伊是人的一个心内底的代表。人看到这个会足惊讶，都哇呢！啊，所以伊迄阵伊规个精神就去看因咧表演咧，啊，伊就感觉讲啊，这我做袂到。啊，其实这个做袂到，就是人类一个梦想。梦想伊就啊，我有一天我要像伊安尼。展现人体极限的特技表演，每一届拢是拼性命来演出。不过要如何创新表演的模式，要如何将传统的技术艺术来延续，是所有特技人努力的目标。但是观众的呼声，就是对着因上界大的支持。记者罗秉慈、连胜维台北报道。来看一个网络红人阿华西，贵高空大学毕业了哦，就无去做薪水较悬的科技啊，等到去学种稻啊来卖爆米香。无意中伊发现讲学校内底的囡仔会晓讲台语的人实在是真少，伊就决定讲要来推广台语，来嘛做伙来看卖。觉着讲，今仔日台湾，若是毋捌的人，伊听到遮济乐团，还有咧出台语歌，还有咧唱台语歌，伊就甲你讲，哦，台语还阁真兴啊！你看遐济人咧唱台语歌，毋过伊无注意到，大家干那摕即个语言来唱歌，煞无摕即个语言来讲话，这是遮尔奇怪的现象。台长阿华师当咧甲大家讲，台语目前面对的困难。过去有一摆，伊到一间幼稚园，用一句台语甲囡仔拍招呼，却发现囡仔拢听无，才互伊发觉台语已经面对失传的命运。这个社会万事万项拢以华语为主，叫你考大学、考医生、考律师、考教授，所有好的代志拢互华语占去。你说伫这个社会之中嫌讲是安怎囡仔人袂晓讲台语，这就哪像是你咧嫌你的花果内底哪会无平价？有着要帮助厝内囡仔伫生活环境学台语，甚至台语推广社团，邀请到阿华师来甲爸爸妈妈分享，希望有台语文化传出去。台语有台语的美丽所在啊，咱大家加讲，大家就囡仔就会加学，吼啊，这个语言就会当叫传落。主要就是望甲阮的理念推广出去，啊，互遮的父母来参加的父母吼，看到因的囡仔，伊会感觉讲，哦，我真正应该爱甲囡仔吼讲阮的母语。社团讲，即马若是无去甲台语文化传到后一代，恐惊未来会晓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因希望透过交流，互台语本土语言搁再流传落去。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伫淡水河边有一间真特别的册店，是由4个护理师做伙经营，毋来分享护理的专业，嘛来办一寡在地台语活动，咱做伙来看卖。这间店看起来和一般的册店无啥差别，但经营者其实是4位护理师，会来经营册店，是因为原本伫遮经营11档的册店要关啊，因感觉拍算，才决定将这间店打落来。一部分是阮本地就想要共同创业，啊，第二点是阮本地就知影有何不可。伊2017年讲要休，啊，伊当阵阮就唔甘的。啊！伊当中我作为书友想讲啊，就可惜的要安怎？4位护理师决定要来共同经营册店，希望将这打造做一个开放交流的空间。伊嘛运用本身的护理专业，特别放一区医疗选册，也佫有侪的护理讲座分享。唔但顾身体，嘛要顾心理健康。因为我感觉人若要健康，伊不止身体要健康，伊心嘛要健康。嘿，啊，心要健康，伊需要啥？对于阮来讲，有一寡人会需要册，有一寡人会需要风景，有一寡人需要啥，拢无共款。所以阮等于是讲用这个册店做一个平台。除了有护理专业，册店嘛为2年前开始办台语日的活动，希望互大家有自然讲台语的空间。是感觉就是就这种艺术安尼结合的一个。伊的第9艺术嘛，把前面8大艺术都综合起来、亮起来。还有画面，还有音乐。第2个音乐。去都市读册，然后做工课，啊，讲台语的习惯都渐渐啊变少啊。那所以阮就无啥咧讲台语，愈来愈袂讲，就愈来愈袂练转。
啊，其实这是一种最重要的文化。台湾独立册店特别的所在，就是每一间拢有家己的特色。一进入册店，就会当了解店主想要表达什么。就亲像这间无论如何4位护理师提头健康理念、本土语言，嘛伫今年设立几家护理所。护册店唔那是册店，嘛是守护健康、心灵交流的场所。记者杨淑晴、张学水新北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3度；华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2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